準備好送飯未啊？準備好。哇！你睇下，成條海岸都閃閃發光，銀色嘅浪花係咁滾上嚟，好靚啊！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好出名嘅自然奇觀 Capelin Rolling 銀光滾浪。每年春天，多春魚就會排山倒海咁湧上沙灘產卵，踏上佢哋一生之中最後一場最壯烈嘅旅程。無數銀光閃閃嘅魚身喺陽光之下折射出耀眼嘅光芒，令成個海岸閃爍生輝。原來佢哋係多春魚嚟㗎，我都好鍾意食㗎。不過你有冇發現，我哋平時食嘅多春魚全部都係女仔，佢哋隻隻都爆晒籽咁，好多魚春。啲男仔多春魚究竟去咗邊度呢？咁今日就等我哋一齊嚟拆解呢一個謎團啦，並且一齊去追蹤呢一場以生命綻放為代價，為咗繁衍下一代上演嘅告別盛宴——銀光滾浪。多春魚 Capelin 係屬於胡瓜魚科，佢哋身長大概係15至23厘米，身形細長而偏扁，擁有大大嘅眼睛同細細嘅鱗片。佢哋嘅背鰭位於身體中央，臀鰭就喺背鰭後面嘅下方位置，仲有一條又矮又長嘅肢鰭。佢哋嘅體色通常係銀白色，背部帶有少少藍綠色嘅光澤。多春魚一般壽命係2至6年，絕大部分都會喺3至4歲嘅時候達至性成熟，之後就會進行繁殖產卵。由於雌性多春魚嘅腹部長年都裝住魚卵，所以有多春魚呢個名稱。唔好睇多春魚雖然好似細細粒咁，但係佢哋嘅營養係非常之豐富嘅。由於多春魚可以成條連同魚卵一齊食落肚，所以多春魚能夠提供優質嘅蛋白質、Omega-3 脂肪酸，包括 DHA、EPA、維他命 D、維他命 B12 同埋鈣質。特別係佢哋嘅魚卵含有豐富嘅磷脂質、微量元素同抗氧化物，有助腦部發展，降低壞膽固醇，對心臟血管健康好有益嘅。由於多春魚大多數都係處於食物鏈嘅底層，壽命短而且體型小，所以體內面嘅重金屬累積風險相對亦都較低，屬於係比較安全嘅海洋食物。多春魚係一種冷水性嘅魚類，佢哋主要分布喺北大西洋同埋北冰洋地區，包括加拿大、挪威、冰島等深海水域。多春魚亦都係洄游性魚類，佢哋會進行大規模嘅季節性遷徙。一般嚟講，成熟嘅多春魚會喺春季至夏季之間大規模向北遷徙覓食，然後喺9月至11月開始南返。等到冬天至早春時段，大約12月到1月，佢哋就會開始展開產卵洄游，游返指定嘅繁殖地點，完成繁殖嘅使命。等我哋一齊睇下冰島、格陵蘭同埋芬蘭嘅洋馬延島對出海域嘅多春魚啦。年幼嘅多春魚主要生活喺冰島北方海域，即係圖中藍色陰影所示嘅區域。每年一到春季至夏季，成熟嘅多春魚就會沿住圖中綠色嘅箭嘴，從冰島以北出發，展開覓食洄游，前往北方較冷嘅水域覓食。而圖中綠色陰影嘅位置就係代表佢哋主要覓食同埋活動嘅範圍。去到冬天至早春期間，佢哋就會開始展開繁殖旅程，沿住藍色嘅箭嘴一路向南洄游，前往冰島南方沿岸產卵。圖中紅色陰影嘅部分同埋箭嘴就係佢哋主要產卵嘅地點同埋產卵洄游嘅方向。喺加拿大紐芬蘭附近生活嘅多春魚，其實佢哋都擁有相似嘅洄游模式。佢哋會喺春夏季由紐芬蘭以北嘅深水海域出發，展開覓食洄游，前往比較冷、水比較深嘅位置揾食。等到冬天至早春，佢哋就會洄游返嚟，返紐芬蘭沿岸嘅沙灘產卵。
多春魚產卵嘅時候，佢哋會大規模湧向淺水海灘，數以百萬計嘅多春魚會翻滾、擠湧，甚至直接被海浪衝上沙灘，形成一大片銀色嘅魚潮。呢種現象就叫做 capelin rolling 銀光滾浪。但係多春魚一生只會產卵一次，因為絕大部分嘅多春魚都會喺完成呢一場壯烈嘅繁殖旅程之後死亡。正正就係因為咁樣，佢哋湧上沙灘嘅嗰一刻，唔單止係生命最後嘅衝刺，更加係一次以生命綻放換嚟延續下一代嘅告別儀式。不如而家就等我哋一齊深入探索呢場銀光滾浪背後嘅秘密啦！點解多春魚要選擇喺淺水嘅海灘產卵？又係乜嘢驅使佢哋堅持完成呢一場注定冇辦法回頭嘅回游呢？到咗繁殖季節前後，雄性多春魚會首先到達沙灘附近等候雌性多春魚，而雌性多春魚就會喺稍遠嘅海域徘徊。當雌性多春魚準備好，就會游向沙灘，然後雄性多春魚會跟住佢一齊前往。佢哋會趁住海浪一齊衝上海灘，游到最近可能接近岸邊嘅位置，等浪退咗之後就停喺沙上面。然後雄性多春魚就會好似呢幅圖咁樣，用佢哋較大嘅身軀加埋身體側邊唔同部位嘅鰭去固定住身形較細嘅雌性多春魚。佢哋會一齊快速擺動尾巴同埋魚鰭，喺水底畫出一個淺窩，喺沙石上面滾動，同步釋放魚卵同埋魚精。啲紅色魚卵表面有黏性，可以緊貼住沙或者礫石嘅底層，直到孵化出幼魚。呢個係孵化緊嘅多春魚 BB， 而呢個就係啱啱出世嘅多春魚 BB 啦。每條雌性多春魚一次可以產多達5萬粒魚卵，並且會一次過釋放晒出嚟。而雄性多春魚就可以重複多次釋精，所以通常會喺沙灘上面留耐啲。經過咁劇烈嘅交配行動之後，超過90%嘅多春魚都會死亡，尤其係雄性多春魚，因為佢哋反覆喺沙礫上面交配，容易受傷。而少部分成功游返大海嘅雌性多春魚，即使未即時死亡，但係其實已經耗盡咗大部分身體嘅能量，生命亦都踏入咗最後嘅階段。大家可能會有一個疑問，點解佢哋要喺充滿沙石嘅淺水區域入面產卵呢？問得好好，佢哋咁做其實係為咗增加卵嘅存活率。多春魚選擇喺淺水沙灘產卵，咁樣可以令魚卵收埋喺沙礫入面，避開深海入面嘅掠食者，例如鱈魚、魷魚等等。同時，淺水區嘅陽光容易滲透，有助提升水溫，加快魚卵孵化嘅速度。加上淺水區域，尤其係波浪拍打嘅地方，嗰度嘅含氧量通常比較高，對魚卵嘅發育非常有利。另外，多春魚具有歸巢本能，即係佢哋傾向返去自己出世或者成長過嘅特定類型海岸線去繁殖，返去一個曾經成功孵化過自己嘅地方產卵，喺演化嘅角度嚟講，就係一種穩陣又有利繁殖嘅成功策略。每年喺冰島、挪威、俄羅斯北部、日本北海道沿岸都會出現銀光滾浪，但係喺加拿大嘅紐芬蘭同埋拉布拉多呢一度嘅規模就係最大嘅，所以成為咗全球最出名嘅多春魚滾動場景，每年都會吸引好多人去觀賞同埋去執魚啊！漁民喺多春魚產卵嘅季節期間就會去打撈多春魚。捉到嘅多春魚其實係有男有女，唔係全部都有卵㗎。
不過後期會用人工或者機械嘅方法去分開性別，因為雌性多春魚肚入面有魚卵，又多春又好食，自然就成為咗我哋日常見到擺上台嗰啲有子多春魚。而至於雄性多春魚，通常就會拎嚟去做其他用途，例如變成貓罐頭入面嘅魚肉，成為毛孩們嘅美食。其實多春魚喺洄游產卵嘅旅途之中，要經歷重重嘅難關，佢哋會遇到唔少嘅天敵，例如鱈魚就係其中一個最兇狠嘅掠食者。最近喺2024年，麻省理工學院同埋挪威海洋研究所就一齊做咗一個好壯觀嘅觀察研究，記錄到大量嘅鱈魚點樣伏擊洄游緊嘅多春魚，場面非常震撼。每年2月，數十億隻多春魚都會由北冰洋往南遷，游去挪威海岸產卵。研究團隊就用咗高端聲學成像系統去觀察呢一場壯觀嘅遷徙。呢一項技術透過向水底四周發出聲波，然後分析反射翻嚟嘅信號，就可以即時描繪出魚群嘅動態同埋密度。因為魚嘅身體入面有一個叫做魚標嘅器官，專門控制浮力，而魚標對聲波特別敏感，會產生獨特嘅共鳴。當多春魚經過嘅時候，就會發出類似鋼琴嘅高音聲，而鱈魚就會產生好似教堂大鐘咁低沉嘅聲音，喺聲學影像之中一高一低，清清楚楚。研究團隊用呢個方法觀察到多春魚一開始係單獨行動嘅，但係一旦進入危險嘅區域，佢哋就會突然以驚人嘅速度集結成魚群，好似心靈相通，冇人指揮，但係個個都識得同步行動去對抗前方嘅敵人。凌晨時分，挪威北岸對出嘅巴倫支海黑暗寧靜得出奇，差唔多2300萬條多春魚慢慢企圖游近岸邊，佢哋潛入喺深海之中，佢哋唔夠膽出聲，只可以用黑夜掩護自己。直到凌晨4點半左右，第一道陽光啱啱照落海面，魚群嘅密度突然飆升，就好似全體收到某種號令一樣。多春魚開始急速集結，喺唔夠1個鐘之內，佢哋就組成咗一支長達10公里、總重量超過400噸嘅壯觀魚軍，準備突圍而出。因為佢哋知道佢哋剩翻嘅時間唔多，鱈魚係視覺型嘅掠食者，一旦天光，佢哋就會變得更加兇殘，所以多春魚要趁天未完全光之前殺入產卵地，唔係嘅話，佢哋就會成為鱈魚嘅早餐。就喺多春魚集結嘅同時，250萬條鱈魚亦都以同樣嘅速度組成屬於自己嘅掠食魚群。而最震撼嘅一幕就係喺短短幾個鐘之內，超過1000萬條多春魚被鱈魚吞噬，只有剩翻少過一半嘅多春魚能夠殺出重圍，游向產卵地。呢場近乎瞬間發生、破壞力極大嘅掠食行為，至今都被視為有紀錄以嚟最大規模嘅掠食活動之一。究竟係乜嘢驅使多春魚佢哋堅持完成呢一場注定冇辦法回頭嘅洄游呢？係基因入面一早寫下嘅指令，係一種對生命延續嘅執着同埋本能。每一條多春魚喺成長之初就已經被自然編好咗旅程嘅終點，等到時間一到，水溫、日照、海流一切準備就緒，佢哋就會義無反顧咁樣出發，穿越冰冷嘅洋流，返到出世嘅海岸。喺銀色嘅浪花入面，佢哋完成呢一場壯觀而短暫嘅告別。或者佢哋唔知道咩叫做生死，但係佢哋知道生命必須延續。而喺我嘅基因入面，一早就刻畫咗我係咁鍾意食嘢㗎。睇下，我已經捉咗好多多春魚啦，我哋一齊炸嚟食啦！好，咁我哋開飯啦！